线顶的先进友志，大家2026年新年恭喜！好，今仔日是咱2026头一场的世界台湾文化论坛，是咱逐个月头一礼拜的台湾文学欣赏会。好，我是今仔日的主讲人吴玉金，我是打狗台语文促进协会的主持人。即马伫美国，住伫美国的印第安纳，我有伫线顶教美国的囡仔讲台语、写台文，简单自我绍介。今仔日我要经即个台湾文学的经典作品阿人生陈明仁阿人生今仔日嘛伫遮拍远的故事来甲大家分享，要写这部小说来甲大家分享台湾文学的水。这是咱今仔日的流程。即摆应该是有在录影我看，我看者哦。好，敢若无呢？即摆才有咧，多讲一摆哦。伊拄则有录着。拄则有录着，好。对，我无看到讲伊有一个窗仔跳出来。好，今仔日的流程头一项就是先简单甲大家绍介陈明仁之水，陈明仁是啥？陈明仁之水。拍远的故事，过来就是要讲拍远的故事内底在讲啥物。接续就要邀请大家来找找拍远的故事，过来是交流的时间。好，大先咱来熟悉陈明仁是啥？之水。阿人生1954年出世，中华人民保人。大家若是看即个拍远的故事顶悬有写即个 Asia 敢若是英语名有无？事实是阿霞啦。后壁即个看起来是亲像英语的即个 last name 有无？即个姓，即个这事实是写啥？就是二人宝啦，就是安尼阿人生的笔名就是安尼来的。阿人生1980年代受政治迫害，意外伫感觉面学着台语文，学着台语文了后，伊就决心要来做上帝工做即个写台语文，实践台语文创作，甲台语文的运动，所以阿人生就是伫1990年代投入创作甲台语文运动，有做啥物代志咧？1991年组织汉字诗社，1992年参加台文笔会，1996年台文网部创刊，阿人生嘛担任迄个时阵的总编辑。嘛捌做过台湾罗马字协会的理事长，台湾罗马字协会有一个机关刊物，就是台湾字阿人生嘛捌做过台湾字的总编辑，是台语文的运动者，嘛是作家。台语文阿人生是作家，这个作家伊的作品是真多元，就是咱即马有看到讲我写出来，才有走出流浪的台湾，流浪技术陈明仁台语歌诗，陈明仁台语文学选，阿纯，还有罗秋的杜伯拍远的故事等等，内底创作的文类嘛是真多元，就是有诗、有散文、有小说、有戏剧这的创作对咱台语文学的发展，加台语文学的普及拢真有贡献。阿人生到达也个在为台语文拍拼，到这讲我讲唔对诶，阿人生就真少在看，阿人生咱只可能迄个有小可有迄个 echo 啦，也是罗汉阿人生可能迄个麦克先禁起来，若是阿人生有想要讲话时阵，麦克随时拍开无要紧，多谢。好，咱要讲这部小说拍远的故事内底咧讲啥物咧？要推荐大家来同齐来读这部先来讲，拍远是啥物意思？拍远就是荒废啦。即马若是要翻译用中国话来较会当理解的即个荒废的即个意思啥物叫做荒废？就是无人要得，也是讲无互人袂记得的放杀的即款意思。是安怎要互人放杀的这个故事？搁值得咱来斟酌咧，阿人生是安尼来说明伊家己创作的理念，这是阿人生讲的伊创作的理念是
拍远的故事，我逐篇拢是用现代做起头，再个讲一个50年代还是60年代台湾农业社会的故事，透过故事，甲本地台湾人所坚持的价值摕来做比拼。毋过，比拼是读者读了的工课，作者无伫文学进行中加话经过比拼，咱通了解台湾社会环境甲生活所瓦靠的条件，提供咱什么价值，造成台湾什么款的性格，对遮咱通理解未来台湾人伫传统的下骹，就是咱读过遮的作品了后伫传统的下骹，咱安怎建立新的台湾性格？这是台湾文化的大工事。我小时要做叶庄仔角，也是孔红门图的地基。这是阿仁先创作的理念。好，要推荐大家来读这部小说，对无？安尼，若是大家手头无册想要传这部册来参考会当伫咱正注重咱台湾文化历史的注定台湾因的网站来传这部册内底就是有这6本有陈真的传奇、爱情婚姻、浪漫技术，还是囡仔较有关系，还是人气，还是运命咱这就是旁边的故事内面几个重点好，要读故事进前若是讲大家感觉我知影讲有可能有的人才拄开始了解台语文学台湾文学。若是讲大家对读台语文也毋是讲遐尼有信心毋过我真想要了解即个大家拢讲真好看的即个拍远的故事伊内容到底在讲啥物咧？嘛会使用听的拍远的故事嘛会使用听的咱即马专门去广播电台，因有当咧做迄个拍远的故事的广播出放送的时间是台湾时间每礼拜日头一摆放送是早起10点搁一摆放送是暗时9点若是大家像我毋是住伫台湾的就要家己算时间，像阮美东这边即摆已经10点10分了暗时10点10分，就是美东这边头一摆放送的时间是拜六暗时9点这时间大家做参考这个系列我感觉改编甲真好势进前因有做陈瑞生的广播出我感觉家己的意见啦，我感觉这个旁的故事改甲偏改陈瑞生的故事改甲搁较好势安尼这个系列改编甲真好势，我有推荐互未晓读台文的朋友也是时段来听，因拢真喜意逐摆若我若有送迄个网址互因听因听了拢会搁讲我家己的故事，也是讲家己去听迄个故事的心情所摆大家若是有趣味要伫线顶收听，就是咱海关嘛会当听就是去因的网站去到因的网站顶悬有即个线顶收听，饲即粒入去就会当听到现场的迄个节目迄个时间就会当听到迄个节目。若是讲即个时间无拄好，会使搁去 YouTube 找因的影片因的影片我有替大家传一个即个 QR code 大家当用手机翕即个 QR code， 也是大家去 YouTube 即马大家这科技的物件拢真熟手YouTube 顶悬嘛有乱乱专门客找乱乱专门客就会当找到因做的即个广播出伊是差不多节目放送2-3礼拜了后YouTube 顶悬就会搁放因的即个节目安尼好即个若要用听的推荐互大家。我感觉毋若是讲就是袂晓袂晓读台语文无法度就是看册读文学作品的会当来听这事实我家己咧听这个节目的时阵嘛得到真济学到真济新的物件听读册盘在讨论遮的作品搁互我原底对这篇小说搁会当有新的想法好，这就是现在咱要参加读册会的原因。好，这是用听的若是讲对咱这场是台湾文学欣赏会对无？当然是嘛爱用读的对无？
好，爱要用读的，我要先请大家吼，来，咱要来移一个 game 吼。等下我会先讲拍远的语词，啊，这个拍远的语词，咱要安怎进行咧？就是我要问大家5个问题吼，拍甲语词有关系5个问题吼，啊，大家要安怎回答咧？就是大家若是用电脑的吼，我会用到这3粒吼，这3粒心还是赞还是放炮啊吼，是这3粒吼，我来回答问题吼。啊，若是讲咱是用手机啊的吼，即像平这是手机啊。同款有即个符号会当紧吼，内底下骹有一个笑面有无？笑面甲刺落吼，就会跳即个即抓出来吼。同款就是伫即个笑面刺落就会跳即抓出来吼。啊，大家毋免歹势，虽讲咱有录影对无？啊，毋过即个符号吼是敢若现场看会到吼，就是录影袂甲录入去，嘿，录影敢若录着我，啊，搁有即马伫放送的即个 slide 敢若安尼尔。好，啊，咱先来试看觅，因为我感觉大家拢。歹势啦吼，所以即马手指头啊吼，咱来运动一下，来大家来起心，吼，刚会晓起心，来当这起心，无有反应哦，对，就是像安尼，嘿，真好，搞，过来，大家起赞，来好起赞，好，赞，好，过来放炮啊，好，放炮啊，哦，真高，好，安尼免歹势哦，吼，大家同齐来，嘿，同齐来移 game，好，又看觅头一个问题。要问大家，哈，要看觅说厝的意思是啥物？你若是感觉是心，哈，感觉是扣厝税，好，啊，你就起心，哈，若是感觉是租厝，好，啊，就起这个赞；若是感觉是以上2种拢对，好，啊，就起迄个放炮啊，好，啊，大家来试看觅，我来试看觅，看大家感觉是倒一个。哦，真好哦，嘿，对，我就知影倒一个吼，倒一个是大家感觉是答案。好，咱来看答案是啥物？啥物是说厝？好，租厝啦，吼，对，即马拢讲租厝，啊，毋过即个意思就是拍远去啊，吼，说厝的意思就是租厝，吼，咱来看小说内底是安怎讲的？伫拍远的故事内面有一篇叫做《说厝的新书》，吼，伊内底是安尼讲的。这是故事的起头吼，所摆有一个现代的背景，对无？就像阿仁先拄则讲的哈，伊拢会用一个现代的背景做起头。伊讲现代人无厝吼，现代人无厝，甲人说厝徛的是真济。伫世界的大都会，土地啊，拢贵甲真惊人。要家己有一间仔厝，有影无遐简单。我出世的庄卡所在。啥物拢无，吼，干那土地较凉爽，田头啊大大的，就是一间厝。法定上叫做农舍，毋过对阮来讲，厝就是厝。阮太伊啥物农舍，毋知影有人无厝，爱甲人说厝徛的。好，到迄天水伯啊去二人转来，带一对少年人来装年。讲是要来说厝的，好，拍远的意思头一个，好，说厝。过来第二题，好，大家免歹势哦，好，来第二题是要看觅变数，好，这是一个算是一个职业吧，好，啊，这个职业的工课是啥物？大家感觉是辩护律师，好，还是辩论家，还是解说电影剧情的？哦，我头啊！放较真老的啦吼，是无毋对，变数就是要解说电影剧情的。好，啊，伫小说内底是安怎讲呢？阿仁先的拍远的故事内面有一篇叫做过口的甲变数，吼。啊，这头前这趴就是讲现代的代志，吼。啊，后壁咱来念这趴吼，就讲这个变数是啥物人吼？讲我出世的庄脚真善切。人类所有的愿望，来真少听哦，这拍写甲足水的吼。人类所有的愿望，拢伫土呢。冰土找食的，毋是干那找动物尔。人用犁犁头，即类的家事斗骹手，土冰了，搁再变，生出会互人活命的食物。有人冰忝啊！去外地找生路，下当规工骹手清气淡淡，
的日子哪像天堂。乌上节啊，就是安尼才去做辩士的。好，辩士这个工课就是要来解说电影吼，就是早前咱有迄款黑白的电影，也是讲无咧讲，就是外国片吼听无的，吼也是讲无声音的即款的，爱有一个人来解说，吼即个人伊的工课吼，伊伫做即个工课的人，伊就叫做辩士。好，这是辩士。过来第三对，你看麦放盘是啥物意思？哈，放盘是轮流，哈，安尼就起薪，也是适用，哈，放盘适用，哈，还是在，也是放学找佚佗盘，哈，看麦哦，足侪心诶，是咯，对，无毋对，就是轮流，即马讲轮流哈。啊，即个放盘吼，是一个较特殊诶意思吼，较接用伫做事人吼，伫放小放盘吼，咱来看小说内底安怎讲吼。出现几落摆，因为要讲足侪，阿仁先伫作品内面有几落诶所在，拢有讲到甲报产有关系的故事吼。啊，所摆伫遮吼，咱用即篇来做一个例吼。老实诶水鱼节啊，吼，老实水鱼节啊，嘛是共款，我都嗲即趴来讲即个放盘吼，做一个例安尼吼。水鱼节啊，汉草生做散个下。自细汉，因爸母就烦恼伊后摆舌头袂堪得，厝里家财田做少，若娶一个较严严的某，就应付会去啊。伫迄个农业需要大量人工劳力的时代，查甫囡仔到14、15岁就算大人，爱甲人相放盘，哈，才着看着放盘，哈，啊，相放盘要做啥？收草、布田、挂稻啊，哈，等等，哈，这些代志，哈，好，啊，这就是放盘的意思，就是小退换小退，哈，安尼，好，到一对，这是第几对？第四对，好，第四对，再来，有菜无咸是啥物意思？哈，是讲菜无咸，也是讲有菜无鱼甲肉，也是以上两种拢对。好，又看麦，哦，这得赞，哈，好对，大家接到诶，大家伫咱即个论坛来参加诶参与者吼，大家拢真无甲遮诶意思拍远去，嘿，有菜无肉哈，就是有菜，毋过无有菜无咸，就是有菜肉无，毋过无鱼甲肉哈。啊，咱来读作品内面是安怎写诶？伊讲。哈，伫即篇内底哈，来去掠走马啊，哈啊，这是头前哈，我嗲中即个有迄个有菜无咸，伊伫解说讲有菜无咸是啥物意思诶？即趴吼，好，伊讲我做囡仔诶时代，庄骹人三顿食饭是有菜无咸，即句话意思毋是讲菜煮无够咸，阮讲诶菜就是菜色青菜。鱼甲肉即款好料的虾米，才叫做咸，哈，啊，是安怎要叫做咸呢？咸菜吼，就是即个在广告的人，在要讲吼，是安怎要叫做咸吼？伊就讲咸菜是鱼肉有较贵，惊人配伤济成本啊，成本吼，配伤济成本，就拢会煮较咸咧，才会安尼讲吼。我嘛毋是真知哈。好，这就是有菜无咸。好，上落尾啊，哈，上落尾一段。好，来，搁一个拍远的意思。倒一个下骹倒一个哈，毋是出水的意思。出水是啥物意思？哈，倒一个毋是哦，已经毋是哦，哈，是乌鲁人，敢是乌鲁人生做水，还是水增加，还是出轨？倒一个毋是，哈，跟一个毋是哦，即个有较趣味吼，嘿，哦，心，足侪心，哈，嘛有人是赞，嘛有人放炮啊，倒一个毋是，毋知对无？好，来报大家看，即个毋是啦，哈，出水毋是要乌鲁人生做水，啊，出水伫小说内底出现伫倒位咧？即篇哈，一人一款命，哈，啊，这是伊起头吼，就是讲。每日咧就是共款讲一个现代的故事吼啊，伊即个出水是出现伫上落尾吼，
故事差不多要讲煞的一趴吼，咱来看这趴，伊讲总是吼，伫遮总是哈，总是几摆囡仔直直问亲妈吼，伫故事内底即个男主角吼，愈想愈烦，袂堪得去，想起啊，囡仔直直问讲，即迄个阿姨当时搁要来安尼吼，就拍囡仔出气，啊出水，啊出水，哈，就是出气的意思，哈，拍了后，心肝头嘛硬，生活煞愈来愈无一个款。好，经这5个意思，甲大家讲拍远的故事内底，咱会当读到啥？头一项就是拍远的意思，吼啊！我干那经这5个事实内底吼，像我拄则讲这个咸菜吼，嘛是算是拍远去啊！即嘛罕得听人安尼讲吼，真济啦，就是拍远的意思，是我想是阿仁先创作这部小说吼，一个重点吼，其中一个重点。好。啊，这个拍远的意思，咱毋知像这出水吼，我若要知影讲，出水到底佫有啥物意思吼？咱会当来用这个真好用的假诗吼，叫做找台语吼，我来做一摆互大家看吼，像出水有无？这个大家有看到我画面出水，要来边书店看出水是啥物意思？内底就会甲大家解说讲，看感悟咱拄则读的意思吼，啊，台日大书店吼，咱就看早前的人是安怎看这个意思的。好，遮，好，市内哦，有无有水增加对无？嘿，对，啊，佫有无共款意思，真济意思，即马可能拢已经拍远去啊。好，第面吼，也是讲引水出来，吼，这是第3个。第4个就是咱看到伫作品内底看到的出气吼，好，啊，佫有出水，厝出水是起新厝，啊，敢若厝顶起火，吼，这嘛真趣味吼，我毋捌听过人安尼讲吼，厝出水就是厝顶起火尔，吼，也是讲要叫人要负责任，吼，也是会伫外口做外勤诶，即款做即款石头诶人，好，啊，要倒位看咧伫遮。好，伫遮会当看到咧，啊，这数字吼，这番号就是对应顶悬看到的这个意思，吼，顶悬看到的，比如讲第3个意思要引迄个水入来有无？嘿，啊，就是讲用水扣出水，吼，水扣出水啦，水扣吼，水扣，嘿，用水扣出水，吼，这是引水，也就是出水这个意思，吼，过来。拍人出水，吼，这就是咱拄则读到的这个出气，哈，拍人出气，啊，出水是咱拄则读的这个意思，吼，真是不是？我头一摆看到，也是讲，第6个对伊出水，吼，是要叫伊负责任的意思，吼，啊，即马安尼书店冰了，我就知影讲，哦，后摆我看到出水，就知影出水。伫即个语境吼，即个语境毋是语境内面吼是啥物意思安尼？好，啊，咱等下倒转来看拍远的故事吼。书店真好用，嘿啊，若是读到拍远的意思，咱会当看早前的人是安怎用的。好，过来咱继续读吼。咱拄则有遮的拍远的意思来读到一寡故事，对无？嘿，大家应该有发现讲。拍远的故事创作的一个手路，就是第一个，伊会先讲一个现代的故事、现代的背景，吼啊。第2个就是伊讲故的时阵，吼，直接徛伫囡仔的角度，吼。这款手路吼有2个因段啦，就是一个是根据作者成长的这个背景来创作。咱要讲故的时阵，直接拢会讲，甲咱较有关系，对无？为遮讲起，嘿，啊，互咱就会当看着讲。50年代、60年代，吼，台湾50年代、60年代，台湾囡仔看到的迄个世界是安怎？啊，用囡仔的角度嘛，调工要看囡仔所会当看的，甲暗看囡仔所袂当看的，造成这种特殊的技术的应效，吼。好，拍远的意思，吼，拍远的故事，咱用读的。第一个就是读到拍远的意思，对无？过来，会当读到什么物件？拍远的台湾产业，拍远的地号名，拍远的人情
义理。好，这是咱拄则读到的爬远的意思吼，岁厝啊有财宝剑、放盘等等等等吼，像变数吼，这就是其中一个算是产业啦吼，就是讲职业吼，即摆已经无去啊嘿，毋过人生咧写这部小说的时阵，就是要专讲要甲遮的已经无人在讲的吼，产业啊甲职业吼，因是安怎工课吼，写伫这个故事内面。好，过来。安先生讲，伊要写爬远的故事，伊心肝头有一个暗算，是啥物咧？伊讲要甲台湾农业时代的即个地景用文字甲写落来。我是感觉安先生就是用文字甲画落来，敢若咱读到遐个故事的时阵，就看到一幅图安尼吼。台湾农业时代中华规片的即个边洋吼，拢是种作悲惨好土地。人生伫甘蔗园记事这篇小说内面，伊是安尼讲吼，伊讲伫我记忆内底景观敢若布田甲插甘蔗，布田甲插甘蔗。阮讲的布田就是种稻的意思，毋过作词人无讲种稻啊即款话吼，这是伫迄个甘蔗园记事内面有讲到即句话吼。咱就会当看会出来，伊就是雕工要甲布田，个插甘蔗吼，即个规片的即款应该是无需要安尼大家敢看会到，好，对，好，无需要拼啦，吼，好，对，咱甲我拼伫面下，我拼伫迄个画面顶悬吼。无需要拼，大家拢看迄个时代就较要紧。好，人生就是真注重即两项。所摆咱伫倒两项，就是伊记忆中迄个台湾的地景，一个就是甘蔗园，一个就是水田。吼，即两项即马已经嘛看袂到啊！吼，这就是爬远的台湾产业甲台湾地景吼。我咧做即个宣传单吼，这是我做的宣传单吼。我咧做即个宣传单的时阵，就是想到这两项主题吼，就甲甘蔗吼，甲稻啊放伫这图呢。搁有吼，大家若是有真足看，有内底搁有即个路径吼，是咧讲地理囡仔线吼，有无？讲到即个地理线，什么是地理线？即马大家较知影的就是风水师，有无？地理线甲风水师有啥物争差？这嘛是其中一个，可能大家已经无咧讨论的一个产业吼。嘿，这嘛是带大家去看这篇小说吼。抑搁有台湾人饲牛啦，对牛的感情吼。我咧听咱们去广播电台咧访问的时阵，听到阿关吼，随主老台语一个阿关讲一句话，我感觉就是讲到我的心肝头，跟心肝眼内底吼。伊讲即马台湾人逐摆要讲台湾的食物，就讲台湾食物要推荐互外国人知影，就讲即个牛肉面。事实咱台湾人食牛，那是真就是做事人食牛是禁忌啦，吼，有真侪人是安尼吼，就是袂当食牛的吼，也是讲对牛是真有感情的吼。牛吼，即个对牛的感情吼，纪录片拢有伫小迪啊掠牛这篇小说内面吼，是看上真吼。好牛甲稻啊甲甘蔗园嘛拢有关系吼，这拢是有牵连的吼。过来，我伫即个宣传单顶悬，阁有放两个囡仔，查甫的甲查某的，大家若有读过小说，敢知影我想要讲倒一篇？开麦讲，若是知影会当直接开麦讲，想一个，一个查甫囡仔，甲一个查某囡仔，有想到倒一篇？请你毋通摇伊啊，有无？咱细汉时，甲别人坐同一块桌啊，共用一块桌啊，有无？伊坐就是普通拢是安尼，查甫的，先生拢会排查甫的，较袂两个查某的吼，直咧讲话哈，查甫就冤家安尼吼，所摆即个故事内面吼，倒一篇故事，大家敢知影是倒一篇？沿路悄揣囡仔时吼，对，嘿，就是
迄篇小说内底吼，就是有讲到一个查某囡仔有无吼，就是对即个讲即个小说内面的即个我吼对即个好野人因兜的查某囡仔的感情啦吼，我就是即两个囡仔吼，调工放伫遮，就是要讲即篇小说，嘛要甲即个用囡仔的角度来看世事的即个创作的手路，甲带出来安尼好。安尼接线吼，咱咧讲产业对无？接续咱就来读讲，阿仁先是安怎讲稻田甲插甘蔗吼？我要请现场的友志来读吼。我们等下敢有人自愿来念看卖吼？对，这个是甘蔗园技师吼，敢有人要来念看卖？若是这字伤细吼，会使去找册内底来看。甘蔗园技术伫第4本啊，这本内面，他们人要来念看卖，唔通歹势啊！我来看卖。好，无我来读。哦，丁丁，多谢。好，安尼，请你来念一趴。就是我对这我说规趴安尼，我细汉真爱看人臭甘蔗这。嘿，是。好，我细汉真爱看人臭甘蔗，迄阵也无顾鸡顾鸡啊，顾鸡啊，嘿，来巡逻，大家拢会使。拢会，我看倒一边，拢会使甘蔗，使甘蔗食，使甘蔗食，哦，会使甘蔗，哦，会使，哦，会使，大家拢会使甘蔗食甲欢喜，主人要讲，主人袂讲甲一句闲仔话。臭甘蔗真新鲜，一般人，等者，两面看倒边，两面看是，主人袂讲到臭甘蔗真新鲜，一般人分做几若组，头行负责甲甘蔗尾头错落来。二行是剁正尾，下几掌，几掌，下几掌，这是牛常性的食物。嘿，是好过来吼，后壁继续接续念，我看哪一环？刚才有一只是无？你好，真久无看诶。是。好，安尼，劳烦你来念一趴咁好。嘿，对三行诶这边，嘿。三行诶负责咱正经咱看你诶腔口是安怎念？嘿，咱是用刀反手势倒头口诶意思。嘛有人讲是收正经，咱好势，兼甲独做差不多40上尾行诶道毛捆用草索仔甲规堆甘蔗捆做伙等错了，嘿是。大家则合齐甲一捆一捆的甘蔗搬去牛车顶，拖去有糖厂5分仔火车经过的铁枝路边，
互乌台车去回社。我想即个车可能是外字，就是乌台是迄款车啊，甲车去会社。我嘛是读的时阵，就是头一摆读，感觉讲是乌台车，还是乌台乌台是一款车，就是要车甲迄担架车去迄个有5分仔车迄个所在多谢好，感恩。好，安尼咱就是看到讲我就是抓即拍出来内底有讲到安怎做甘蔗对佫分3，即马看到是4件对无？行就是组一组安尼一班一班斗3工，大家无共款的工课。好，这是我毋捌知影的代志即马就是看甘蔗园嘛，还在看嘛毋知影讲早前人咧做甘蔗的时阵是安尼咧进行的。另外一个就是挂稻咱来看挂稻捡稻随这篇小说内底是安怎讲的，嘛是有看到讲头行二行上尾行有无？我嘛是抓即拍有2拍抓即拍出来分做2张 slide 歹势分做2张 slide 请大家来斗念敢有人自愿要来念看卖？若是讲这字伤细，大家会使去找。嘛是共款伫第4本对，第4本有捡稻水嘛是迄个专门去广播电台顶礼拜做的，就是一篇捡稻水，敢有人要来试看卖？我想原底多谢阿秋多谢。捡稻水头行的是举念力甲稻为里头良药一粒悬，所在的稻果割落，一摆割一畝10外丛，5、6畝放做一堆，2行的就甲规堆稻做一把，冒起加气筒边。卡那达加气筒手年的稻尾，拄起咧细的烟叉条拍，甲切拍落来，落伫桶内，无切的稻果拼伫边仔，上尾行的甲。好，上尾行请你会使继续甲稻果装做一把，装做规把，一把叫做一掌，规掌菜伫徛伫天田里，稻草等拍打了后，才用牛车载转去贴伫门口埕尾，蹲悬一堆。叫做草群，看草群悬，看草群悬低，就通知影即口灶田做偌宽。好，落来，等下咱嘛是伫遮看到讲，大家爱分工课啦就是有头行的、二行的、上尾行的安尼这嘛是阮老爸嘛是做诗人毋过我想伊伫我细汉的时阵，加减有讲到遮个故事，毋过我可能听过，就袂记得毋过即马若要叫伊想遮头尾这要安怎进行？我毋知影讲，我毋捌甲问过，应该甲问看卖毋知伊敢会记得伫咱拍远的故事内面，就是甲即个过程写甲足清楚，要甲即个台湾人共同的记忆写落来，这是叫稻水这篇内底有写着稻好，拍远的故事，除了咱拄则讲的，你会当读着拍远的艺术、拍远的产业而且即个产业内底伊足要紧的2项代志，就是水产甲甘蔗园另外咱就是会读着讲
爬远的地号名，好像地号名这个物件，我想即马有真侪，譬如讲面册顶悬的即款卖种业吼，拢有在做即款代志，就是找找讲哦，原底即个所在吼，伫中华民国占领台湾进前吼，是叫什么名吼？咱名拢甲人改做中国名吼，啊，原底叫什么名？是有什么故事伫背后吼？真侪人在做即件代志吼，啊。咱伫爬远的故事内面，嘛有读到遮吼，为故乡的地号名来发展的遮个故事吼。人生就主要是在讲伊中华迄带吼旧的地号名。我专讲紧的吼是咱沿路超找囡仔时吼，拄则讲迄个有一个查某囡仔迄个吼，好内底讲这地号名吼，这地号名吼是台湾特殊的地景吼，一条江马经是。即趴我嘛分做2张 slide 吼，敢若搁即边尔要请大家来斗念吼，敢有人要来试看觅？遮有咧讲即个两个无共款的地方名，一个是叫做古西去家吼，古西家另外一个是德维亚吼，德维亚即边是德维亚吼，共款拢写伫即张就是册内面是即2趴。好，敢有人要来试看觅？若是要读册，直接读册。我来读看觅。多谢英安。若是要看册，是伫共款伫第4本，吼，大家会使把册找出来看。好，英安请。水墙边迄座桥，要去的路真正，车若再伤重。就真出力，空会起，有的牛甜力煞闪晒，行顶牛屎特别多。台湾有真侪所在，拢叫做牛屎行。阮若看到载重的牛车要行，拢会自动去倒刹。甲牛斗战一个力，多谢英安，咱才有看到吼。除了讲即个地号名，佫有看到人对牛的感情。看牛哦，爱真骨力才有法度杀去，就去斗相共吼。毋是讲惊牛屎会放出来，无爱去斗相共有无？是就是专工要去甲牛斗相共，这就是对牛的一个疼心啦。好，再来一趴，嘿。敢有人要来试看觅？对，上头尾一个机会我来读。多谢伟斌。要集装都会看到拢是切碟即种的4颗连灯拢是切碟甲砖头包夹伫中。台湾有即款的砖，就叫做德维亚。即砖嘛是切碟有真侪利用。早时就厝甲粗的碟来起厝，就是德公仔厝。德公仔厝，好，多谢伟斌。我会记得我伫另外一个读册会吼，就是白话日文的读册会，几落摆有讨论到即个德公仔厝，吼，是咱伫爬远的故事内底，就有读到讲哦，就是用迄德维亚有无？咱一个砖头要算是有一个围墙安尼，吼，就是甲围起来，即个所在就叫做德维亚，迄市场吼，有足侪无共款的路用。除了讲会当起厝，后壁佫有讲迄个工佫会当摕来做迄个巴德利，系无？就是应该是安尼，小可袂记得啊。嘿，所摆这拢是甲早前台湾人的生活有关系的线索，吼，咱就是伫爬远的故事内底会当读到，吼。
这边吼，就是咧讲爬远的故事内底，咱会当读到的第号名。好，过来要来讲爬远的人情义理，吼。爬远的故事有雕工经体台湾人高庆顺，吼，我想这小说内底有讲过几摆吼，就是迄个台湾人迷信的这款状况，吼，嘛有教英仔话的这款状况。毋过另外一边，咱嘛也看会到讲人生要甲台湾人迄款人甲人之间互相看顾迄款人情，吼，我特别介意这两篇，吼。就是叫稻仔水啊，还有来去掠走马仔吼即摆这边吼就我来简单讲过互大家听，好，要讲人情义理吼，所以故事爱小可讲一下吼。叫稻仔水内面吼，这篇小说内面吼，顶礼拜咱们去拄做这篇吼，伊讲就是内底有一个真捌囡仔较熟的，吼，真捌代志，毋是真捌囡仔，真捌代志。较熟的这个囡仔吼，叫做英啊。因阿姨吼，阿姨就是老母的意思吼。因阿姨患病吼，规年烫天拢爱食药啊。因兜阁有两个小妹，英啊是上大汉的。小说内面的这个我吼，甲这个英啊是同窗吼。因阿姨吼，就是嘛也是讲伊有当时会叫伊啊吼。这个小说内面的这个我，因伊啊，若是无轮着火烤，无问大家这个意思对无？轮火烤吼，就是毋免煮饭吼，毋免煮食互规家伙仔食吼。伊若是无轮着火烤，就会去甲因兜吼，这个因啊因兜斗洗衫，还是斗煮饭吼。整年吼，这个故事内底叫讲这个捡稻仔水对无？整年逐摆咧捡稻仔水吼，拢是因啊这个囡仔。着头名吼，伊上高捡吼，是安怎咧？过来就有人讲吼，有人看到讲有一个叫做阿英啊的查某人，雕工留半辈吼，逐摆捡稻仔水的时阵，拢留半辈要互后壁的迄个英啊吼，就风声讲阿英嫁无人爱，去对着英啊因老爸吼，掠因啊，个连英啊因判病迄个老母嘛要甲照顾。好。故事差不多是安尼，上落尾吼，煞尾的时阵，英啊因老母过身哈，阿英无去做英啊新的阿姨，吼，敢若同款去斗煮饭、斗洗衫。小说内面的这个我，吼，就走去问因阿姨吼，就甲因阿姨讲，我有看到迄个，就是阿英老。半辈这个稻仔水互英啊捡，系即件代志吼。伊甲因老母讲即件代志，因老母安怎甲因咧？因老母讲，好，你捡稻仔，毋好好捡，拢咧注意人的隐仔事，无怪会捡死人。好，这故事就对遮煞尾，则咧讲教英仔话吼，当底骹话吼，遮个状况。就听伫因老母即句话，哈，要讲人情义理，哈。其实这款状况，我就是感觉，伫这篇小说内底，头一项就是看到厝边头尾，吼，大家会互相看顾，吼，这款状况，这款人情义理，即马大家拢门关起来，家己过日啊，哪有咧插隔壁咧创啥，对无？嘿，毋过早前。台湾人就是安尼咧过日的，就是遐有迄间厝有人需要斗相共嘛无讲几句话，就是去共斗相共安尼，吼。好，搁一个就是，咱毋知影讲即个阿英，伊其实小说内面有线索啦，嘿，毋过毋知影讲即个阿英到底伊有啥物拍算有无？毋过伊即个老母吼，就甲伊讲，你就伊莫管别人的因事，无怪你逐摆。捡死人，嘿，就当底开话就到遮，就毋免阁讲啊，嘿，这嘛是即马我伫这篇小说内底吼，读到即款人情义理，好，就感觉即个落尾吼，即个故事伫遮收煞吼，是真水气。好，过来另外一篇是即礼拜哈，
专门去广播电台要做的啊，就等下，我无说就试掉，因为我原底想讲要放另外一趴互大家看，好，无说试掉。好啊，过来要讲这篇小说，明仔载要放送哈，叫做来去掠走马啊，哈啊，这内底咧讲啥呢？内面这个我哈，就拄则讲有相像的这个背景啦，哈，就是讲因阿姨甲因二婶哈轮回口哦，什么顶半个月哈，这个人因阿姨煮食后半个月就是因二婶煮食安尼好有一摆无着因阿姨的火口，因阿姨就带伊要去海边掠走马吼咱拄则嘛有读过这篇哦，有讲迄个有菜无咸对无？嘿就是要捡这个走马要来加一寡油醋的通好食安尼吼因阿姨就带伊去吼，带这个小说内底我去。头一摆要对因庄里去到海边吼，闪咧要失路吼加在有拄着另外一个阿姨吼，阿姨甲阿姨吼，另外一个阿姨带伊的囡仔要来去海边，嘛要去掠这个走马吼两个老母无熟悉吼不过即摆吼就有真有话通好讲吼内底这个阿姐吼，对这个我来讲的这个阿姐吼。有唱歌互即个我来听，好，两个老母带两个囡仔，就同齐去海边掠走马吼，好，落尾，因就无机会搁见面吼。即个我直直想要搁去海边看有机会掠走马搁找迄个阿姊做伙耍安尼吼，毋过都无即个机会吼。毋过伊差不多要甲即件代志袂记伫的时阵，有一天。煞看到迄个阿姨来到厝里，这个阿姨是要特别来要甲因阿母这个伊的我的迄个阿姨相识，因要搬去台北敢若见过一摆人专工无去问路来到因庄头要来甲伊相识落尾讲啥？这篇小说上落尾我可无说伊试着，小等者，连看袂到就是我这边无说伊个试着好。遮上落尾是安尼写的，讲过来，我毋捌阁想起要去掠走马的代志。迄个细汉阿姐生做啥物型的嘛？记无啥有，颠倒拢会想着迄个阿姨跍伫灶空前，拿香火，拿甲阿姨，就是因老母迄个我的老母甲阿姨讲话的形影。好。我感觉我就介意这个落尾，好，先讲到这，因为等下搁倒转来，请大家搁倒转来想这个故事，好，所摆拍远的故事用拍的，好，我拄则讲到这有诶无诶，到底咧讲啥有几点就是一个咱会当读到拍远的语词，一个是拍远的台湾产业，也是讲职业，拢有这可能写甲无够详细好，搁有拍远的地号名，搁来搁有啥？就是拄则咱我调工经迄两篇读到即个拍远的人情义理，这是内底咱即马较看袂到的现代社会看袂到的故事。好，搁有另外一点是要甲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是啥物咧？就是阿人生的故事内面诶，台湾女性，这几篇大轮的阿太加沙比也是讲看红姨、郑家辉这两篇是有关系，所以我甲放做伙嘛会使拆开来看就是分做两篇小说来看，一篇小说家己有一个伊家己的性命安尼，搁有来小甲蒙氏的婚姻，李妍这个查某囡仔嘛真心实加比本美搁有这个山城听过，这几个故事内面搁有啦毋过专门去即马有做的就借因的图来看即马有做的就是这几篇内底的女性，甲咱咧读其他的作家所写的共迄个时代小爱我，等下我这边讲了就请你讲我有看到你举手。
共即个时代的女性吼是真无共款，吼，有诶真有家己的主张，吼伊有主张，迄个时代的查某人要有家己的主张是真无简单的代志，会有啥物款的效果，吼有人是看破世事，吼对家己的人生甲别人有无共款的想法，吼台湾的女性甲伫拍远的故事内面，台湾的女性甲别人写的台湾女性有啥物无共？这个部分，请大家读作品了后去斟酌，一定要调工去注意这个重点，好，小爱，敢是有想要讲啥？你看，对，我无说你出掉，要紧，好，不过差不多啊，时间差不多就是要交互大家，我讲一半对无？后半场。我有任务要交代互大家。好，我甲即个即场咱论坛的主题，号做找找拍远的故事，对无？咱读拍远的故事，嘛爱来找找咱的拍远的故事。好，顶摆去年年底吼，伫咱论坛梁光遐有讲过一摆吼，迄摆伊讲的主题是就是文化创意的生命流程，伊有讲到即个咱即马台湾文化基因，其实是愈来，我毋知影大家的看法是安怎吼？有人是足悲观的，有人是我感觉两个人是足乐观的啦，嘿，我家己伫迄场的时阵，我就有讲，我感觉我的文化基因就是无够强，无够济。30岁、35岁，才想着讲要倒转来好好做台湾人，就是爱加读这个故事，才有法度甲即个家己的分化家己的台湾基因安尼吼。好，人生讲伊是安怎要写拍远的故事我大先有讲对无？伊讲台湾的社会环境。甲生活所挖苦的条件，提供咱什么款的价值？拄则咱看到的这个故事，造成台湾什么款的性格？对遮，咱通理解未来台湾人伫传统的下骹，咱读过这个台湾的故事、台湾的基因，伫这个下骹，咱安怎建立台湾新的台湾性格？是咱台湾文化的大工事。人生有讲，伊想要做贴砖角也是讲控红门图的即个地基，对无？好，我的任务要交代互大家，就是头一项，要请大家传2张纸，请大家传2张纸，也是讲你手机你若是较惯使用手机的，伫手机顶悬开一个贴即个贴头一项写落来好嘿，先怎要写落来？咱要甲迄个沿路超找囡仔时内底迄个人，迄个主角共款写一张批咱年底才搁摕出来看，要创啥？新年新愿望咱来写一件代志写伫即张纸顶悬，要安怎来为咱的语言甲文化贴一块砖角，也是讲要来控红门图的地基，像人生共款伊写拍远的故事是有即个引端，伊有即个用心就是要来做即件代志我今仔日伫咱论坛2026年2026年咱头一摆的论坛，要来邀请大家摕一张纸甲你今年要做一件代志，也是讲一件无够你要为台语文为台湾社会，为咱的文化甲语言做一件代志甲写伫即张纸顶悬，一定要写我有大概3分钟的时间，我家己嘛来写咱像迄个沿路超找囡仔时的即个囡仔共款收好势收伫一个所在。今年年尾，我会甲梁光兄讲年尾我要搁安排一场搁来招大家来报道咱来讲今年愿望敢有实践做到偌济
若无做无够诶，要安怎拍算？吼，我即马安排即个任务互大家，互大家3分钟诶时间。即马我遮诶时间是暗时11点，11点3分，吼请大家互大家3分钟来甲大家迄个愿望，新年新愿望写落来。毋免，即个我无要请大家分享，吼。等下佫有另外一件代志，要来请大家讲话，吼。即件代志，先大家家己留诶就好，吼。大家写好，收好势。好，我嘛来写，互大家一个新年新愿望。有人讲要过年爱记得下过放炮啊，好，讲要请大家写落来是你今年要做诶代志，即件代志是爱对咱诶语言文化，有做像人生写即个爬远诶故事共款，有贴一块砖仔角，也是讲控红门图诶地基即款作用诶，对。好，先即件代志来做。三分钟敢会伤长？我已经写好啊，爱收好势，我写伫遮。年底时阵，我再甲刘光兄讲，我过来讲一场，请大家甲，就是像烟路超找囡仔是，迄个囡仔真无彩，就是伊无找着伊囡仔时代诶，伊留伫迄个树仔骹诶物件，因为就是迄个空骨力空起来，对无？就是起厝还是庙小可日子，就找无伊原底藏伫迄个树仔骹诶物件。毋过咱即个新年诶新愿望大家收好势。年底诶时阵，咱则过来讲，咱为台湾诶语言文化有做啥物款诶代志，即个愿望敢有实践？好，差不多好咱过来做另外一件代志，嘛是请大家毋免歹势，好，即件代志是另外一张纸。即马我要邀请大家，搁另外用3分钟来想，咱有啥款爬远诶故事留伫咱诶心肝院啊，想要甲大家分享诶。我想咱读故事会感觉故事精彩，毋若是讲作者敖写，毋若是讲伊迄手路作者真有迄个才调，用即个手路甲故事写甲足精彩，毋若是安尼，另外一方面，普通拢是安尼。即个故事会互咱想起，可能是一个人，一段过去，也是一段音乐，一首诗，也是另外一个你读过的故事，像讲咱的生命中，定定有一个人，是拄则咱读迄个甲阿英仔共款，也是讲迄个阿英甲阿英仔有关系，迄个故事内面迄个老母，就是点点替别人做代志，做好代无人知，即款人就是我读这篇的时阵，就会想到即款人，是讲一定会咱的生命中，一定会有一个人，亲像咱看迄个来去掠走马啊，内底迄个阿姨甲阿姨，你就是干那甲伊记过一摆，毋过就是藏伫你的心肝底，真有缘分，
见面敢若一摆尔，就是敢若熟识真久啊，吼，真有缘分即款人，吼，就是读迄篇作品的时阵，就会想到即款人，对无？好，就是你生命中有可能会有即个角色。另外，吼，今仔日无讲到的，像红梅啊、廖添丁，吼，我读迄篇的时阵，就是会想到我细汉时的同窗，吼，啊，就是有一个同窗，你无甲伊搁继续联络，啊，毋过直直会互你放袂记的，啊是你后摆就是报纸拍开，啊是新闻，即马大家拢看手机啊。新闻内底看到即个名，就讲啊，这可能敢是我细汉时迄个什么倒一年的一个同窗安尼，吼。我要请大家都摕一张纸，甲遮的你听我拄则讲遮的意思，还是讲台湾的产业吼，会想着讲可能咱细汉的时阵吼，恁细汉的时阵有即款的过去吼，就是这是我细汉时的记忆吼，我的经验。吼，也是讲，阮故乡有倒一个地号名，即马大家拢念无好势，念丁家去吼，地号名吼，拍远的地号名吼，这嘛是会当写落来，吼，也是讲，就是我拄则讲的故事内底即款物件吼，人情义理吼，直直互你放袂记的，吼，我要请大家甲遮的重点吼，写伫一张纸顶悬，吼，我想要请大家来分享吼。分享的时阵会歹势对无？好，教大家一个撇步吼。那春水先生嘛是台湾文学要紧的作家吼。伊讲那讲过吼，我会记得阿先生嘛捌讲过即款手路，就是讲你莫讲这是你家己的代志啦，吼，就是讲我有听讲吼，阮迄个有一个厝边吼，安怎，吼，安尼较袂歹势，吼，咱就会使用即款法度。来甲大家分享，咱嘛毋知影讲，就是你讲的到底是你的故事，还是你真正对你厝边听来的故事，有无？吼，有要分大家知影的。好，我互大家3分钟的时间，吼，搁3分钟的时间，咱等下就开麦来分享大家就是对即个拍远的故事，吼，咱把拍远的故事想着，还是讲今仔日，我估你可能较毋捌读过即个作品，吼，今仔日听我安尼讲遮的。代志，吼，讲遮个作品内底，咱同齐欣赏了后，你有想着，吼，你就是想着什么代志，吼，想要甲大家分享的，吼，好，即张纸，请大家3分钟，吼，搁写落来，吼，好，我搁摕一张纸，家己的马来西亚3分钟。搁1分钟哦，大家
等下那买广告哈，就是会当讲吼，我有听讲安怎，还是讲这故事是我听来，毋免一定爱讲是你家己的，啊，若是无歹袂遐尼歹势吼，有意愿要甲大家分享你阿远的就是你可能已经特别袂记得啊，个代志吼，即马想起来吼，还是讲咱遮有艺术啊，地号名遮等等的吼。甲这有关系吼，拢会当分享。好，咱时间差不多，想要先问看卖，敢有人有意愿嘿？因为我是想讲，若是大家拢较歹势吼，我会使先讲啦，吼，也是讲咱会使请阿金先吼，就是我即马讲到遮吼，阿金先敢有想要讲啥物安尼吼？我有听人有开麦，吼，可能毋免来，是啥有开麦要先讲诶？哇，分享好，就请讲。我讲一个就是应该啦，我读5年诶时阵，阮兜住花莲，阮母也就带一摆就带阮对花莲坐火车去玉里啊，去玉里遐食一碗面，就转来啊，阮拢无去地算，就安尼。迄火车，迄座火车是其实不离远啦，不离坐不离久。转来火车顶就是正客啊，人真济。就阮妈顾阮迄个细汉妹妹，我甲阮迄个第二仔，阮两个都毋知影，就有人，就是有迄个火车落安尼，迄两个椅啊拄对上安尼，就是对面安尼坐就是有敢若外国人，伊毋知是毋去迄个去遐教会啊啥，因要转来佫有一个迄个，伊就叫我甲阮妹去因边仔安尼坐安尼啦，去做伙，佫请阮食迄糖仔，迄个敢若迄落就是几啊真侪种色迄种糖仔，其中有一个就是查甫诶，伊咱台湾人，阮落车诶时，阮迄搭就是有留住址哦吼，名甲住址结果即个徐明生，即个大，我要叫伊大兄嘛会知啦吼，就是伊应该差我应该有10岁款，就是安尼，阮两个都，伊嘛有甲阮妹同批哦吼，就写批伊拢会甲阮鼓励安尼，伊佫捌寄一张去东海大学，甲伊诶朋友去东海大学迄个迄种相片，做翕的，伫遐行路诶相片，佫一张是台南新学院，应该伊是有读遐看，伊就伫遐敢若伫唱歌，伫遐指挥啊啥呢？毋过我甲同批甲迄落高二诶迄下昼，较捌可能阮就较无联络啊。伫迄落差不多20当前，我去迄个，因为我敢若捌听，我嘛毋知影啥人，我袂记，伊知影伊伫新竹遐服务，伫教会服务，我就拄好去迄个司马库斯遐，就阮去遐爬山嘛，就去遐教会共探听，阮咧爬山朋友拢去看什么神木，我就留伫教会遐探听，我就共问讲，迄落即个徐明生即个人，伊就讲。伊敢若几啊年前吼去台北开会敢若迄落闹中风啊啥迄种诶吼，闹迄落就是伫遐就开会时就过往啊安尼，所以就是讲，我感觉这个人就是影响，伊嘛算有影响，对我迄个影响真大诶人，毋过
想要搁甲伊见一面，都拢无迄个机机会。会是。安尼就是啊。多谢，你敢捌甲这个故事写落来？因为我知影你有足侪会写过去的代志啊，写做就是甲安先共款即款散文小说的形式啊，伫台湾字投稿啊，即个故事你敢捌写过？也袂？我感觉你 FB 迄个量叫我写者，啊，袂甲伊写较完整。印象是我感觉这真值得写落来，嘿啊，因为我想像倒一篇，想袂起来，嘿啊，咱读故事的时阵，就是会当看会到讲，作家会伫作品内面吼，为着要纪念一个人，还是种一件事吼，啊，就是用可能较艺术性的手路。甲即个人的一生，还是讲对咱的影响写落来，好。多谢你的建议。多谢，嘿是，多谢啊。其实我安尼听阿秋讲吼，嘛互我想到另外一件，其实算是已经小可爬远，对我来讲已经爬远去的记忆。吼，啊，毋过伫我要讲真正，我想看大家敢有人要分享，嘿。无一定爱讲是家己的故事，但是讲阿仁先听到这，敢有想要甲大家讲一寡话？我来分享一个歹势，来先讲。阿仁先讲好啊，阿仁先讲，等下我请婷婷分享伊要讲的代志。我拄仔听阿秋咧讲吼，我嘛有一个真正的故事吼，伫我迄个高中1年的时吼。阮兜吼为即个德维啊，搬来台北，因为迄个我莫讲啦吼。阮迄阵是阮兜人为着要来台北住，阮兜着阮阿伯啊，着写字啊，分家伙啊啦。分了，阮着伫过年过咧过年第2天，阮着去山东地火车，个普通车嘛，要来台北嘛。地火车多，我有这个小弟甲小妹，吼，车有够客啦，迄种慢车嘛，有够客啦，我就惊因互客着吼，我就伸手甲我小弟小妹压咧我压咧啦，我互因啦，有一个查某囡仔啦，看快讲，哥我敢袂使我来互你压安尼啦，尾我就甲伊讲话喎，伊是这个苗栗吼。这个一个叫做大湖村、大湖乡、大湖乡啊，这建湖村呐，可能叫做姓巫啦，女巫的巫啦，吴美月，我还记得，又甲我教互徒弟啦，可能一个客人啦，我去台北了吼，又嘛有消费互我啦，嘛有甲手共款的，嘛有消费互我，写关几摆了后，阮来台北，阮阿伯啊台北找头路嘛，就拢。无联络着啊！我也记得这代志啦，这是真正的代志。咱伫故事内底无读到，你爱搁写哦。这个无写诶。是，多谢阿仁先。婷婷，你拄则有开麦克，请讲。嘿，就我本来是有写一个诗。我等一下讲吼，因为我拄仔听到迄阿秋迄个故事嘛，就讲我细汉的时阵其实嘛是呢，就是因为阮老爸老母因2个拢伫咧食头路，所以拢足无用诶。毋过就是阮拜六礼拜，就是若是有法度，因也是会带阮出去耍安尼。毋是讲足济，毋过有一摆就是较趣味是，敢若迄摆尔，就是暗时想起来讲。咱来去迄个，迄落啥？台语毋知怎讲，垦丁，就是上南边迄个国家公园，安尼。毋是垦丁，垦丁，就是说，就是11点才出门，安尼，就是而且就是行李拢进前拢，因为无临时想讲要去，就是行李宽宽的，就是半暝就出发安尼啊。再几暝到迄个垦丁安尼，就是因为阮老爸老母其实平常时是就怎讲就是毋是迄种
用一出做一出的人安尼，就是迄摆安尼，就是常常讲要去太远的所在，啊，就感觉就注意的。而且迄阵是无规定爱下安全带的，是我甲阮小妹就伫咧车顶，两个人困伫咧后壁，啊，到迄个行迄个高速公路，行到就是有时阵就是车停落来，啪，阮就扔去涂骹安尼。即阵想起来是感觉足恐怖诶，啊，过迄阵就是。家庭拢是安尼，嘿，对啊，对啊。啊，我头拄仔本来要分享的迄个事是迄个，我今仔拄好看到迄个，我想应该就侪人有看过迄个囡仔，都是逐摆因老爸拢讲少年诶，都是被带去顺产水迄个。嘿，然后伊囡仔讲，就是伊徛伊诶脚踏车诶啥，啊，伊讲伊去考着胸坎安尼。我就想着讲，对呢，考即个书其实我。就是细汉的时阵定定用，啊，毋过我即马就是逐摆讲，就是我讲弄着物件较济，啊，毋过其实就是足济时阵其实是会使讲课安尼，好，啊，就是像迄个果子嘛是啊，就是迄个苹果课上啊，啥都爱食安尼，对啊，就是想着即个事。多谢安尼，好，真感谢阿秋吼。讲这段故事吼，啊，人生啊，甲定定啊，甲我遮嘛有想到一个故事，嘿，就我想这个坐车的过程吼，可能因为咱在等台的时阵吼，你要等位一位到另外一位，嘿，啊，这你要去倒位是安怎要去吼，啊，要安怎去吼，这拢会当成做一个真心实的故事啦，吼。啊，我家己想到的是有一摆，因为阮兜住新店，嘿，啊新店就台北新店，阮老母伊有一个小妹，嘿，嫁去淡水，嘿，啊，我就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毋知影是啥物原因，因为阮兜无车，嘿，啊，毋知影是啥物原因，有一摆阮老母就是带我去，我甲阮小弟去。找阮阿姨啊，卫生店爱到淡水，迄阵敢若会当坐公车，啊，佫爱搬足侪班公车。我敢若会记你讲，就是去找阿姨啊，搬足侪摆公车啊，真欢喜。会记你讲伫阿姨兜真欢喜。啊，毋过事实袂记你因姊妹啊斗在咧讲啥，因为我想是真要紧的代志，阮老母才会专工要去一抓。嘿，啊，因为恁就是。时间足晚嘿，讲到足晚才要转去为淡水转去新店，啊，我印象上深的就是我坐伫车顶，因为爱搬足侪班车，啊，囡仔其实已经忝啊，有当时阮老母就是赶时间的时阵，伊就会可能较无耐性啊，嘿，啊，我想这是正常的嘿，啊，毋过伊迄工就是足温柔嘿，啊，我会记得。我伫困，我甲阮小弟就是困伫伊骹对顶悬嘿，啊，就是伫坐车的时阵我就精神问阮老母讲，敢到位啊？嘿，伊就讲未到，你搁困一下，你搁休一下，我就会记得迄个阮阿母甲我揽咧嘿坐公车咧搬车的迄个过程嘿其实嘛无啥物代志对无？毋过即款记忆，咱就是会当。甲变做是真做是另外一个就是搁掺一寡盐，掺一寡醋吼，变做是一个故事。我想人生真侪在拍远的故事内底，拢是安尼真做咱即马看到的即个故事吼。对，所摆这是我家己的经验。敢伫遮咱敢有志要分享？毋免。即马大家拢就是讲家己的故事，毋免遮尔故意无要紧，要讲别人的故嘛好，嘿，敢有咱搁邀请一位好吧？敢有人要分享？无，我讲者。好，嘿，你要讲倒一个？嘿，我要讲的是，就是我细汉的时阵，就是因为家庭的关系啦，我细汉的时阵。传播的语境啊，就是
就是拢是讲华语的环境啦，嘿。啊，毋过就是我老爸老母，就是有请一位这欧巴桑，啊，欧巴桑就是，阮兜其实是一算是足奇怪的砖头啦，就是，毋是亲像啥物台北，啥物就是大都市安尼，毋过就是伫石门水库迄边，啊有一个社区安尼，迄社区拢是石门水库管理局的员工安尼，阮老爸老母就是嘛是伫迄搭食头路，毋是伫石门水库迄边，毋过迄边就是因为离石门水库足近呢，所摆就是，若是我骑脚踏车，骑20分钟的所在都有田安尼，啊，毋过大的所在就是，其实真正是一个公务员的环境安尼，啊，就是所摆老爸老母细汉时阵都，请一个欧巴桑为迄个就是迄较庄开的所在迄边来。到阮社区这边来食头路，就是因为老爸老母拢去迄个上班嘛，啊，拢是公务员安尼，啊，都细汉时阵啊去学校转厝了后，就是需要有一个大人伫厝内，就是照顾囡仔安尼，啊，就是迄个欧巴桑就是，阮老母就叫因何太太，因为因翁就是姓何安尼，啊，我就叫伊何妈妈安尼，啊。就是我伫一个就是华语的环境内底有摘掉就是熟悉这个台语这个语言，当然你看电视嘛是有啦，不过就是真正是这个好妈妈伫咧甲我带呢，我遮有这个背景，有法度今仔日甲大家安尼讲话，啊，就是好妈妈就是带我。带真侪档啦，可能我毋知呢，就是我毋捌认的迄个毋捌人的迄个年纪到可能小学，啥物3年啊4年，就是足侪档安尼。啊，就是有几若摆，就是阮老爸老母若是要去啥物所在，可能去台南嘛，找我阿公阿嬷的时阵啊，无要带我去，啊，就是顾正这个好太太、好妈妈，就是讲啊，你敢会使甲这个囡仔带转去恁厝内住几工，安尼就是照顾，啊，带转去迄个砖头的时阵哦，就是阮敢若是合作大平还是啥物，都是有田的迄个所在啊，都完全是甲我细汉的时阵，就是大汉的迄个社区是完全无共的一个环境啊，就是真正是有田啊，有牛啊，有迄个就是水圳，就是讲就是要灌溉的时阵，就是迄个为迄个石门水库迄个引水来到迄个田的边啊，拢有迄个像迄个沟安尼，就是有真清的水安尼，会使去耍啊。有一摆我记伫上深的是。就是去和妈妈一边住的时阵，拄好拄着因伫敢若是伫咧做桥，就是讲爱抬猪工安尼，迄完全是我，就是我细汉大汉的迄个所在是完全无机会会使看到的。不过我就是迄个时阵，我检测敢若是啥物3岁4岁足少年的时阵，我记得就足深呢，就是讲迄个猪工互人为迄个。低调迄边拖出来要足大只呢，啊，排的过程我是无看到啦，我就是尾啊，就是因就伫咧迄个田内底啊，就起鼎啊，就是烧火啊，安尼，就插迄个巴来啊，就是迄个猪的巴来安尼，就我都有一个画面是就是印象真深安尼，啊，这嘛是会使讲是我拍远去的一寡记忆安尼。多谢伟斌。都安尼，是，你嘛互我想着我的女母，就是因为虽讲阮爸母是讲台语，啊，毋过因其实对囡仔嘛拢是讲中国话，啊，我会记得我细汉时互女母带，阮女母嘛是拢讲台语，我想这对细汉囡仔来讲吼，迄应该是加减
拢加减拢有一寡影响。好，伫我要是另外后一张 slide 进前，敢阁有人想要讲话？好，针对咱无针对，就是对咱今仔日吼，即马伫看的即张要邀请大家同齐来找找家己的故事吼，芳远的故事，也是芳远艺术、台湾的产业也是地号名等等，敢阁有人想要分享？好，我望吼，大家咱迄张纸顶悬吼，拢有写字，是安怎要做即件代志？拄则若是新年新愿望吼，未有啥物件的吼，推荐互大家，因为咱的故事拢值得写落来。咱有无共款的背景生长伫无共款的时代吼，就算讲是同一个时代，无共款的背景，嘛有无共款的故事吼。像我拄则讲的，感觉讲家己即个台湾文化基因是无够事实若是一个族群欠即个基因吼，就是真无彩嘿。所摆邀请大家把家己的故事写落来嘿会使欢迎大家来投稿吼。咱有即个人生慢慢参悟过的即个台湾字吼即马人生嘛是台湾字的编辑对无？敢是迄个嘛是共款是台湾罗马字协会的成员嘿就是咱有即个台湾字的杂志，欢迎大家来投稿吼这我大家看这这就是会当来遮看因投稿的资讯吼，顶悬遮就起落就会当投稿吼要写故事对无？我感觉芳远的故事吼，我因为家己咧读的时阵，就会想着讲，若是要叫我故事读了，若是要叫我讲一件我细汉时会记得的代志，要甲写做故事，其实是真济想要讲的，对无？大家若是小可想一下吼，嘿所摆遮就看着讲即个台湾字的网站顶悬吼。也是讲无，你感觉芳远的故事内底你读着讲，可能无，互你遐尼侪灵感吼，会使来遮看其他的人，即卖的人在讲啥物故吼。好，这是台湾字吼投稿就是伫遮吼，就是即粒七落就会当投稿吼咱个倒转来我的时代度，嘿对，就是若是拄则迄无对着的吼，遮会当。用手机翕即个 QR code， 就会带大家去拄则迄个网站吼，邀请大家来写家己的故事吼，投稿互台湾字，这是第一项。若是讲我还无遐尼有信心吼，我想要加读一寡作品吼，才要看敢有一寡想法吼，读册，邀请大家同齐来读册吼。咱北美这边有景南书院吼，景南书院有固定拢有读册会吼。台湾有台湾博览会有读册会吼，若是我想迄个到台语的读册会，即嘛是用台湾的时间在拍吼，到台语叙述台语写吼，嘛是台湾迄边的时间在拍吼。台湾博览会这边有找台语读册会，还是有即个台湾文学读册会吼。即嘛即个台湾文学读册会在读的是杜信良的放毒吼，一部小说嘿。正是咧读台面人生的作品读了，即马咧读放毒，好，加读寡册。若是讲读册嘛，要无遐尼有把握，吼，咱先来安怎写字？嘿，我嘛是拢对遮一步一步来吼，才有法度今仔日踮遮甲大家学白讲吼。台北字吼，台北博览会有罗马字的课程吼，罗马字的课程，我想即马。前几日仔我才甲阮这边的时代开讲吼，伊有看着讲我拢写罗马字，是安怎要写罗马字？我讲像我拄则讲的即个点彩这两字，即卖人若是看着这两字的四角字吼，四角字看着要安怎念嘛无一定念，该念会着，嘛无一定知影是啥物意思。咱的语言要救吼，早前就是已经有即个。白话字这个系统有遮尔侪文献，教咱安怎讲家己的话，吼
安怎看，安怎讲传达的台语，吼所摆这吼对像我即款细汉无直接咧讲台语，也是讲讲话时阵定定会受到中国话影响的即样的人吼，直接写白话字吼，是凭用四角字来学台语吼，更较有效果。嘿，所摆就是推荐大家吼，若是有趣味想要学捌字吼，咱台湾普通会这边吼，按正是3月时阵会开课吼，若是像我共款住伫北美吼，咱北加州这边有台湾学校吼，有无共款程度的台语课程邀请大家同齐来参加吼。好，对，讲遮尔济代志吼我想可能大家有一寡想法想要分享啦吼，因为拄则嘛有邀请大家讲家己的故事吼，也是讲邀请大家写家己的新年的愿望吼。另外就是咱拄则有影有同齐读一寡人生的作品吼，即马就是一个交流的时间吼，请大家若有想要分享的，甲今仔日的主题有关系，也是讲甲咱拄则就是你无讲到你家己的故事，也是有啥物故事要分享的吼，咱即马拢会使开麦克来同齐来讨论也是人生有啥物有啥物话要甲大家讲的嘿人生感觉搁伫搁伫遮。我讲拄则讲即几个故事，敢有讲到敢有倒一个绕口去，你足想要报大家知的，一定爱去读的一篇，安尼。我想要补充，就是讲，迄个要去廿走尾这边我是条方写的啦，要写台湾的女性吼，伊要交朋友无简单啦。是。一个讲台湾女性吼，迄个因我顶边有一个叫做台湾有一个叫做台湾头一个读台湾女子学校的，叫做杨千雅的吼。因查某囝出车，还到花开时阵啦，花开时节啦。因查某囝有吼，有家写台语文啦，叫做甲咱大迄个季先生来斗写有无？直来报发表时听我去讲一个故事。伊讲迄个伫咧台北迄阵，杨千啊，伊着台湾第一女记者啦。迄阵台北有一个台北女子大学啦，迄个无啊啦，台北女子大学，毋是高中大学哦。因大学哦，读了就是要错，就是要嫁人，是安怎三个查某囡仔想讲要结束的是要啥物想啥？我叫伊讲，我讲迄阵的，因为查某囡仔吼，西洋人查某囡仔，我伫西洋吼，查某囡仔就七岁啊有无吼，会甲伊开 party。会甲伊开 party， 互边个人讲，阮这摆大啦，互伊社交啦。咱台湾有无？咱台湾嘛有做查某囡仔有无？做大人有无？嘿，女儿节有无？有诶。我就讲咱台湾迄是查某囡仔，若嫁人了后，嫁人了后就去做农家啊，杨千好啦，对，杨千好吼，杨千好啦吼。咱台湾吼，那查某囡仔嘛，也有机会啦。但是咱若嫁人了后，你订婚的时有无吼？你若要男女订婚的时，查甫传做新妇道。新妇道就是查某较早迄个查某囡仔，因为查某囡仔伴啦，讲傻拍之交啦，查某囡仔伴啦，大家做来坐倒啦。坐倒了后，就是讲即世也袂去收见啦。就是讲，你若嫁人遐，就袂使三姑六婆啦。就是嫁去人家就以后无机会交朋友啊。你敢知影这代志？即嘛爱安尼啊，即嘛礼物是，查甫就食了直步来先走，互因继续讲有无？来怎么走？即嘛订婚嘛是安尼啊，就是讲查某囡仔社交圈真少啦。我头讲叫这廿走尾啊，你讲这个女性伫外口交朋友困难啦。所以这是真少。
佫重点是讲，迄个来是，迄个查某咧，有咱查甫人客是来客厅呢，查某来客是到家到乡茶，对，迄种，我就是咧毋甘哦，迄台湾女性伫迄个时代，因诶迄个无多，伊嘛想要交朋友愿望啦，但是就无即个施工诶环境啦。即个时代当然无共款啦，迄个时代，你若嫁人吼，是足无简单诶代志，佫古早去人大人份吼，爱看大哥小姑小姐爱看人面色吼，迄是真残忍诶代志啦。看我分享到遮。多谢阿金生，对，我拄则有甲大家提醒，就是读作品的时阵，爱特别注意阿金生伫爬远的故事内底写的女性，吼，我想拄则阿金生补充即个来去掠走尾啊。明仔载查问客因咧做的时阵，你敢有敢报即件代志？你个袂记得啊？有吼，系阿金生你麦克无开，敢有话讲话？无啦，无问我就无讲啦。吼，我会记你伫迄个来秀啊，甲往期的婚姻内面，因为因就是相平要参详，要安怎换嘛。伫迄个时阵，因就有讲同齐食即个食到对无？迄摆有讲到这，毋过伊就是有甲伊邀请，毋过无特别讲着讲。落尾因就无法度见面即件代志，有影就，有啦，迄是新妇要人伊啦，是因诶爸母来甲伊小辈了无？新妇要人伊，伊诶生爸来甲因食倒有无？过年吼，新妇要人伊啦，对，我拢听讲遮诶啦，迄就是讲查某囡仔，你若结婚了，你就离开家庭有无？你有啥物苦楚嘛，袂使讲啊。有影。所以有一个台湾有一个例啦吼，有一个例，你若讲厝里有这个某吼，查某死去啊，你袂使等当呢，你爱吼请一个厝边啦，走去年庄啦，吼去年庄去这找个年庄的外家啦。看伊倒要啉水啦，人就知免讲话啦，倒要啉水，人就知意思啊，知讲因的查某囝死去啊，到迄边外家来咧看就是讲阮查某囝毋是互恁苦毒的，是讲安怎明治死的，才会再处理后事啦。爱去报外家啦，讲死才会当有人去报外家，讲伊死去啊安尼啦。嘛，嘛无讲，甲讲啉水安尼啊，倒要啉水就知影，你做是转来的。我就知，我这位转来知影哦，这位查某囝死去啊，有这个例有，较早拢有啦。这嘛是一个，就是伊过身了后，才去外家人来啦。这互我想到爱的故事这篇。系啊。所以台湾其实较早对女性足严格啦。系啊，可怜，我是讲可怜啦。对，阿先生有即个疼心，所摆就要写即个来秀啊，即个较无共款的查某囡仔，对无？要互人一个希望啦，我嘛有一款的人啦。有影。迄个连弟嘛是真趣味，连弟即个角色，我常常讲，写无共个性的女性伫台湾的，都有迄种，多谢阿先生。好我毋知影现场敢阁有志要开麦克要分享还是讲分享啥物代志，也是有对今仔日的即个论坛的内容有啥物问题？敢有？阿秋，请讲。我分享一个就是，因为我顶个。我是用听较济，迄个就是爬远的故事，有就是迄个来秀啊，迄个故事，因为知影即个故事阮囝有一届就是，敢若差不多七八栋啊款，也是2018年迄当阵啊，伊拄好驶车去，暗时驶车要转来，伊迄只有一只狗。
阮撞出来，伫咧草坡仔撞出来，啊，阮囝甲弄着，感觉迄只狗竟然无死，甲救起来，毋过伊就生命。迄只狗，我就甲伊互做来寿啊。哦，嘿啊，我就我前几日啊，伫网络顶嘛，佫看到有人有即款做即款代志啊，就迄个人是规个面摕伫迄个涂骹顶安尼。我毋知影你敢有看到嘿，是人哦，是嘿人，伊是骑奥多摆是吧？伊骑奥多摆，哎嘛是看起来是啥物动物啊走出来安尼。哦，啊，阮囝是赛车嘿，啊，撞袂赴啊，就甲弄着。哎呀，就是讲，即个，因为我嘛感觉即个故事真有意思，啊，就是嘿，甲伊安尼互即个好命的名，好命的名是来福啊，台湾狗啊叫做来福啊，对无？阮叫做来寿啊，来寿嘿，怎么囡仔？啊，因为查某诶啦，是，嘿，好，敢有人要过来讲话？若无，我即边阁有另外一件代志要报大家知，哈。咱即马有台湾字，吼啊，咱即马要写台语文嘛，大家较看有，对无？啊，毋过咱知影咱论坛创办人，吼，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创办人是梁光兄，吼，陈梁光先生，因早前30-40当前，伫拼台语文，北美洲拼台语文的时阵，迄个时阵若要投稿。其实拢爱去投伫迄个像可能台湾意识较有台湾意识嘅报纸顶悬因迄阵就是1991年嘅时阵，伫北美洲就感觉讲北美洲咱美国这边台湾嘅叫做台湾嘅学校拢在教中国话，咱敢袂当有一个所在好好教咱家己嘅语言因着。有伫南加州美国这边南加州成立一个台文习作会这个台文习作会台文班台文先开台文班后来台文班嘛是真无彩，就是也是有真侪迄个时阵父母感觉讲囡仔可能也是无机会伫厝里讲台语所摆台文班。有开几落摆了后，也是收起来。毋过因感觉遮个理事就感觉讲，若是即个语言无传落是真无彩。所摆因就成立一个台文习作会，即个台文习作会的机关刊物就是台文通信。1991年7月时阵，台文通信就是安尼创刊。因为今年1991有无？今年是台文通信。要做35岁，所摆就是30当的时阵有一阵友志，受梁光兄的邀请，黑米地点，阁有加拿大这边的品质，阁有我记得阁有必同牧师，同齐来编这本台文通信30当的纪念特刊。今年金南书院有。要办顶半当要办的读册会，要邀请大家同齐来读台文通信30当的纪念特刊，要来庆祝台文通信35岁，所摆邀请大家，这是这个读册会是我主持，大家若是无去嫌，就来参加读册会，过来听我讲话，大家同齐讨论安尼，同齐讨论交流，若是有趣味，会使相关的资讯会使用手机翕即个 QR code 就会带大家去迄个互为报名的网站。好，讲到尾，甲大家讲一声恭喜，对，就感谢大家今仔日是讲这个年头一摆的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真欢喜会当甲。伫遮甲大家同齐来读台语文的经典作品，远的故事嘛邀请大家同齐来想讲未来会当安怎做？对台语文对咱像人生安尼来做一个为咱的语言甲文化做一件代志。今年互大家互家己一个目标做一件代志，
来做同齐来做一个台语文的时间，嘿，安尼好啊，祝福大家就是2026处处平安，嘿，多谢大家，感谢。婷婷，你敢要放上一个师资班的消息？我在塞车无法度，麻烦婷婷，若是还佫伫个。哦，好，就迄个阮今年顺位，正月，就是今年正月，就是即马，嘿，就是要开一个迄个台语的师资班，就是目标是教海外台语的老师安怎教海外的人就是台语安尼。就是教台湾人台语小可无共嘿就是阮拢总有4摆的课，一摆差不多1点半钟到2点钟安尼就是有就是教台语到底是要教啥嘿到讲安怎教大人台语嘿安怎教囡仔台语安尼若是要知影较详细的资讯，会使教阮就是叫紧甲伊创出来啊，嘿，就是即个台语师资班啊，伊的连接就简单，就是 tiny.cc 安尼/就师资班师资班中是有连位的安尼，所以就是大家若是有兴趣，会使去边看搁较详细资料去边号位安尼。好因为头一节课就是9天，嘿，8、9天安尼，若是有兴趣的人，就赶紧来号位。好，欢迎大家。多谢婷婷。好，安尼咱今仔日这场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就到这，多谢大家。多谢。我即马有甲录影禁起来吼，大家若是要留落来开讲会使伫遮同齐开讲。